喂，大家好，歡迎返嚟 Nomico Channel。今日係2026年2月11號。今集 AI 新聞一樣爆，由民權組織對 AI 數據中心開火，到100年債券撐下一波 AI， 再到 Google、Meta、OpenAI、Fitbit 等嘅新消費級工具，如常每單會提來源同日期。想深入睇原文，可以撳 description 嘅連結，直接入正題。今日三大主題，今日嘅 AI 新聞大致分3條線。AI 基建嘅現實影響同政治邊個付出代價。2. 大科技嘅金錢同硬件動向，錢從邊嚟，點樣壓住。3. 新嘅 AI 工具殺到你部，電話、社交媒體、研究流程都會見到。我哋由最重嗰邊講起，咁多 AI 能力，邊個付代價？第一單 NAACP 對 AI 數據中心開火。第一單講 AI 嘅環境同社會成本，呢單嚟自 Mashable Tech News 2026年2月10號出。 Mashable 報道 NAACP 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正對 AI 數據中心嘅快速擴張 pushback 提出一個核心問題：點解要少數族裔社區為 AI 背後嘅基建付代價？訓練同運行大型 AI 模型需要大量數據中心，用電同用水都好誇張。 Mashable 指出，呢啲設施好多時起喺低收入同少數族裔社區或附近，嗰度嘅人本身已經面對更高污染、更少資源。NAACP 嘅立場 essentially 係 AI 可能係未來，但如果係建基於對黑人和中式人種社區不成比例嘅環境損害，就只係同一種不平等嘅新形式。所以當大家 hype 緊更聰明嘅 chatbot 同靚仔 AI 工具，呢單提醒我哋實體基建、土地、電力、水有真實後果。數據中心起喺邊，邊個得益，邊個付出？呢場角力先啱啱開始。第二單 Alphabet 發100年債券撐 AI， 由 AI 嘅社會成本跳去金融質。呢單嚟自 Ars Technica AI 2026年2月10號出。 Ars Technica 報道 Alphabet Google 母公司發售好罕有嘅100年期債券，用嚟資助 AI 投資。據 Alphabet 係近30年來首間發行100年到期債券嘅科技公司。即係咩意思？100年債券 basically 等於 Alphabet 話我哋對 AI 喺公司長期未來咁有信心，願意而家借錢用成個世紀嚟還。呢個係 signal AI 基建同研究成本有幾龐大，同埋公司預期 AI 會幾耐持續推動增長。串反 NAACP 嗰單，一邊係巨企鎖定未來100年嘅資本去起 AI， 另一邊係社區問邊個承受呢個 build-out 嘅環境同社會負擔。所以 AI 嘅錢同政治係緊緊扣住嘅。第三單阿里巴巴 Fact 向量數據庫嘅 SQLite， 下一單轉去技術質 AI 喺你裝置上點樣運作。呢單嚟自 MarkTech Post AI News 2026年2月10號出。MarkTech Post 報導阿里巴巴通義實驗室開源咗一個新嘅嵌入式向量數據庫 Gemic， 佢哋形容為向量數據庫嘅 SQLite。簡單講，向量數據庫就係撐住語義搜尋、RAG、檢索、增強生成嗰類嘢，即係 AI 模型。答你之前會先查相關文件，大部分向量數據庫係獨立服務 RunTech。Call MarkTech Post 佢 in process 運行，作為你應用入面嘅 library， 唔使外部 server 或 daemon， 所以特別啱 Edge 同 On-Device AI。 你想快速檢索又唔想靠雲端，實際即係你可以做 app 喺手機 IoT 裝置或 laptop 上直接 run RAG， 延遲更低，私隱更多。所以當 Alphabet 用100年錢撐巨型雲端 AI， 阿里巴巴推緊相反方向更細嵌入式嘅工具，將 AI 智能直接帶上你嘅裝置。第四單 RFK Jr.Grok 同 Realfood.Gov 由 Edge 數據庫跳去好唔同嘅 AI 故事、政治同營養。呢單嚟自 Wired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版2026年2月10號出。Wired 報導 RFK Jr. 推出咗一個政府營養網站 Realfood.Gov， 用 Elon Musk 嘅 Grok Chatbot 嚟提供食物同健康資訊。Wired 指出嘅扭橋RFK Jr. 一路話美國人需要更多蛋白質，但 Grok 驅動嘅網站有時俾嘅建議同呢啲新政府指引矛盾，即係話我哋有一個政府品牌嘅網站，用私人 AI 模型驅動，而 AI 嘅答案唔一定同官方政策一致。
呢個係一個越嚟越常見嘅問題嘅好例子。當你將 AI 擺喺公眾面前做官方或權威來源，佢嘅答案同部署佢嘅人嘅信息唔夾嘅時候點算？邊個負責政客、部門定模型供應商？唔止係科技問題，係管治同信任問題，亦顯示 AI 已經深深陷入面向公眾嘅傳訊，唔止幕後工具。第5單 Discord 年齡驗證同 AI， 下一單講 AI 同網上安全。呢單嚟自 The Verge AI 報導，2026年2月10號出。The Verge 報導 Discord 澄清咗佢哋新嘅年齡驗證更新，事關好多用戶擔心。據 Discord， 絕大部分人可以繼續好似而家咁用 Discord， 唔使上傳身份證或做面部掃描。Discord 話會用年齡預測，基於佢哋已經有嘅用戶資料，只有部分用戶如需要，先會被要求用身份證或面部掃描驗證。即係有一個 AI 用嚟對用戶做推斷嘅例子。今次係你幾多歲，基於你嘅行為或已有數據，好處係可以幫手保護未成年人，執行年齡限制。私隱則就有問題，用緊咩 signals， 有幾準， AI 估錯會點。The Verge 嘅報導顯示平台點樣喺安全、低摩擦使用同私隱之間取捨，而佢哋越嚟越依賴 AI 去做。第6單 Fitbit AI 健康教練擴大推出，跳去個人健康嘅 AI。呢單同樣嚟自 The Verge AI 同 Gadgets 報導，2026年2月10號出。The Verge 報導 Google 正將 Fitbit 嘅 AI 個人健康教練嘅公開預覽推去更多用戶，而家喺美國 iOS 同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新加坡嘅 iOS 同 Android 都有。呢個 AI 教練用 Google Gemini 模型喺 Fitbit App 入面，據 The Verge 佢解讀你最新健康數據，例如運動、睡眠、心率，然後根據你嘅目標，可用器材同訓練編號幫你訂製常規同運動。10月嗰陣首次推出，但只限美國 Android 用戶。而家係一次大好多嘅測試。有趣嘅連結係，我哋見到 AI 由通用 Chatbot 走入高度情景、數據豐富嘅體驗你嘅健康數據、運動歷史、目標，全部餵入對話式 AI。好強大，但亦帶出數據私隱、醫療準確性同我哋有幾依賴 AI 做健康決定嘅問題。第7單 Google Photos 新 Ask 掣，繼續 Google， 但由肌肉轉去記憶。呢單嚟自官方 Google AI Blog， 2026年2月10號出。Google 嘅 blog 介紹 Google Photos 入面 Ask 掣嘅新用法貼士，屬於 Ask Photos 功能一部分。據 Google AI Blog，而家你可以用自然語言問 Google Photos， 例如顯示我上次去日本嘅相，我同隻狗行山嘅相，甚至佢哋建議嘅更多玩法，搜某啲衫、活動或人隨時間嘅變化。Blog 俾咗9條好玩問題試，示範 AI 點樣理解情景、人、地方、時間，出你諗緊嘅相。又係一個 on-device 或雲端 AI， 將你個人數據，例如多年相片，變成可搜尋、可對話體驗嘅例子。同阿里巴巴 Zephyrus 做 RAG 嘅底層 idea 一樣，只係用喺你嘅相片庫，而唔係文件。陷入索引，用自然語言檢索。第8單 Meta AI 幫你 Facebook 頭像做動畫。講到社交媒體同 AI 創意，呢單嚟自 Meta Newsroom， 2026年2月10號出。Meta 宣布推出新嘅 Meta AI 功能，可以將你嘅 Facebook 頭像動畫化，同埋將相片或 feed 貼紙變成佢哋所謂獨特值得分享嘅 moment。據 Meta 嘅 post， 你可以拎一張靜態圖，用 AI 生成動畫版，例如微妙動作、表情或風格化效果。呢個 fit 入一個大 trend，AI 做日常用戶嘅創意放大器。你唔使識剪片，撳個掣 AI 搞掂。同 Google Photos 嘅 Ask 一齊睇，會見到大科技公司爭住喺你嘅個人媒體上面加 AI 層，搜尋、remix、動畫化、分享。第9單 ChatGPT Deep Research 加文檔檢視器，由好玩動畫跳去認真研究。呢單嚟自 The Verge AI 報導，2026年2月10號出。The Verge 報導 ，OpenAI 正為 ChatGPT 嘅 Deep Research 工具加內建全螢幕文檔檢視器。Deep Research 就係俾 ChatGPT 掃網，為一個題目編寫深度報告嘅功能。呢次更新之後，據 The Verge， 你可以喺獨立全螢幕視窗打開份報告。左邊有目錄方便導航，右邊有來源列表。你仲可以叫 ChatGPT focus 某啲網站，將研究同你已有文檔連埋，即係由 Chatty 答案轉向更結構化報告式 output， 幾乎好似有個 AI 研究助手產出接近論文或多時嘅嘢。
同前面幾單放埋 AI 幫你研究，幫你整理相，幫你教練健康，仲塑造緊政治信息，到處都係。第10單再講 Zefik On-Device Rag， 你可能發現 list 入面有2條都係阿里巴巴 Zefik， 同一來源同一日。呢單同樣嚟自 MarkTech Post AI News， 2026年2月10號出 recap 返 MarkTech Post 嘅重點。Zef 係阿里巴巴通義實驗室嘅開源 in-process 向量數據庫，為 on-device 同 edge 檢索 workload 設計，用於 Rag 類應用。作為 library 喺你 app 入面 run 唔使外部服務。點解喺今集其他嘢嘅 context 入面重要？因為當 ChatGPT Deep Research、Google Photos Ask、Fitbit AI 教練、Meta 頭像動畫呢類工具越嚟越普遍，就越嚟越需要喺本地處理數據，無論係為延遲定私隱。Zefik 就係呢個基建層嘅一部分，令開發者更容易做出可以喺裝置上直接搜尋同檢索嘅 AI app， 而唔使乜都送上雲。喺 NAACP 質問巨型數據中心環境同社會影響嘅世界入面， Edge 同 On-Device AI 可以係重要嘅平衡，減輕部分雲端負荷，亦可能令用戶對數據喺邊更有話事權。一齊總結 Zoom out 睇今日 AI 新聞嘅 landscape 係點。 Measurable Tech News 2月10號 NAACP 拉響誰承受 AI 基建成本嘅警報。 Ars Technica AI 同日出 Alphabet 用100年債券 literally 壓住 AI 未來。MarkTech Post 阿里巴巴開源 Zefik 將 AI 檢索推上 Edge 裝置。Wired Grok 驅動 RealFood.gov 甚至同 RealFood Junior 自己嘅蛋白質信息矛盾。The Verge AI Discord 用 AI 做年齡預測。Fitbit 將 AI 健康教練推到更多國家。OpenAI 比 ChatGPT Deep Research 更正經嘅文檔檢視器。Google AI Blog AI 令你嘅相片庫變成可對話。Meta Newsroom AI 將靜態頭像變成可分享嘅動畫。共同主線 AI 已經唔係單一產品，而係加喺所有嘢上面嘅一層，金融、基建、健康、社交媒體、搜尋、研究，甚至政府傳訊。隨之而來嘅係一連串新問題：信任、控制、私隱、環境影響，邊個可以塑造未來？想深入了解可以睇原文。Measurable NAACP vs 數據中心 Ars Technica Alphabet 100年債 MarkTech Post Zefik 深色 Wired RealFood.gov 同 Grok The Verge Discord Fitbit 教練 ChatGPT Deep Research Google AI Blog Ask Photos Tipsy Meta Newsroom Facebook 頭像動畫。以上就係2026年2月11號嘅 AI Roundup。覺得有用就 subscribe now 埋撳鐘仔，就唔會錯過下次 AI 新聞拆解。可以喺 comment 話俾我哋知，你覺得邊單會有最大長期影響100年 AI 債券 NAACP 嘅數據中心角力，定係殺到你電話嘅個人 AI 工具狼？多謝收睇，下一集見。